大家好，前面幾課我們學咗 SAI 嘅基本概念，亦知道點樣同佢有效傾偈。由呢一課開始，我們要將呢啲能力用喺真實嘅生活場景裏面。今日第一個場景就係用 AI 規劃旅行同出行。規劃旅行其實好麻煩，去邊度、住邊度、食乜嘢、點樣去，要考慮一大堆嘢。但如果你將呢啲問題交咗俾 AI，佢幾分鐘就幫你搞掂。點樣用？其實好簡單，你淨係話清楚晒你想去邊，去幾日，由邊度出發，預算幾多，中意乜嘢，唔中意乜嘢。我哋而家實際示範一次。你問 AI，幫我規劃一個3日2夜嘅宜蘭行程，由台北出發，坐火車去，預算1人8000以內。我中意自然風景同浸溫泉，唔中意太商業化嘅地方。AI 就會即刻俾你一份完整行程。第一日住礁溪浸溫泉，第二日去太平山行步道，第3日行傳統藝術中心，仲會推薦住宿，估算花費。你睇，一份完整嘅行程就咁樣出咗爐。唔止行程， AI 仲可以幫你查交通，火車票幾多錢，巴士點樣搭。但呢裏有一個重要限制， AI 唔知道而家嘅狀況，佢唔知今日有冇落雨，邊條路塞車，邊間餐廳今日有冇開門。所以 AI 俾嘅資訊只係規劃參考，出發之前一定要用導航 App 同官方網站做最後確認。完整流程係 AI 規劃大方向導航， App 確認交通官網，確認細節出發。而家打開你嘅 AI 工具，幫我規劃一個2日1夜嘅你想去嘅地方行程，由你嘅城市出發，預算大約你嘅預算，我中意你嘅喜好，睇下 AI 俾你乜嘢建議，然後諗一諗呢個行程有冇需要調整嘅地方。今日嘅小任務係用 AI 規劃一次1日遊或者2日1夜嘅旅行，將 AI 規劃嘅行程截圖分享喺留言區。我哋下一課見。